皇上，奴才查了6日，并未查出钟粹宫是谁下的毒。德妃娘娘所说那个项，一共有6个人进过德妃娘娘的书房，2个公公，4个侍女。可这6个人是在不同的时间，因为不同的事情分别进入的，所以没有其他旁证，很难查实。说到旁证，德妃的尸本是用药水浸过的，那就得有盛药水的东西。这方面，你有查出什么线索吗？奴才反复测试了这个环节。德妃娘娘的尸本很薄，只有不足20页。金太医和刘公武已经验明，药水只浸在每页的边缘，所需药水不多，只需一个小瓶放在怀里即可。且作案时间不必太长，所以物证也很难获取。皇上又不准许奴才严刑拷审那几个嫌疑人。没有证据，你把6个人都严刑拷审，没有道理。再说了，就算严刑之下有人招了，那也是乱招，是冤案。朕要查出的是真正的凶手。皇上圣明，此案十分凶险恶毒，必须查出真凶。再说假招假供，必会有漏洞，而且太后那里也不会认可。无人证物证，确实很难查。洪师傅，你认为真凶会是谁？老臣猜想，嫌疑最大的当是后宫最痛恨德妃娘娘的某位皇妃。主子，贤妃娘娘来了，妹妹给姐姐请安。珠儿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妹妹快坐。谢姐姐。我请妹妹来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英格尔几人在钟粹宫查了整整6日，一无所获。董小宛之罪再难洗脱了。姐姐的手段实在高明。姐姐，待事情过去之后，我好想听听姐姐在钟粹宫的眼线，讲讲审案的情况，想必一定非常精彩。贤妃，管住你的好奇心吧。这些日子绝对不可以跟灵儿有任何的来往，知道吗？就当咱们从来都不知道、不认识这个人。皇上现在一定在对这件事情进行暗查，我们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任何的马屁大意。3个月之内，不许跟灵儿有任何的来往，听明白没有？妹妹明白，听姐姐的，听姐姐的。这皇上不想牵连无辜，倒是没有下令严刑拷问那几个出入董小宛书房的人。不过我倒是盼着皇上能够严刑拷问他们。我的人打死都不会说的。若有一些人顶不住招了供，那才有好戏看。姐姐，这事儿能成，全靠你用心深远，早有布局。还有那愿意随时随地的效忠之人。要想成大事，就必须要有几个肯忠心舍命之人。姐姐在这一方面可是花了心思，下了血本的。洪师傅，你认为朕可以考虑废妃之事？皇上对德妃娘娘一片深情，皇上断不会同意废妃，只是如今的局面太过严峻。皇上是否可以考虑退一步，等亲掌2皇齐印之后，再行择机恢复德妃的妃位？英格尔，你是何意见？这么大的事，奴才哪会发表意见？不过，奴才觉得洪大人言之有理，先拿到齐印再说，等2皇齐印在手，再重立娘娘为妃。到时候谁敢再有二话，皇上一下旨，奴才就对他不客气，这就等于是个假废妃。假不了啊，假不了。废了再立，谈何容易？更严重的是，朕现在一旦同意废妃，那就证明了德妃毒害3阿哥的罪名是坐实了。那他以后在后宫里
该如何立足？审了6日，德妃还是没招。她的心智真够强的，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可有漏洞。太后娘娘，德妃已经接近崩溃，神情恍惚，精神不济，就连言语也出现多次的矛盾。可是，不管怎么审她，德妃丝毫没有承认是她下的毒。后天就是议政会议交旗印的日子，这件案子今明2日必须有个了结。刘光彩，看来哀家该同他谈谈。奴才要不要把德妃带过来？就在慈宁宫，几步路，哀家还是自己去吧。这，奴才带路。整整6天了，皇上不知道急成什么样了。马上就要到交旗印的日子了，皇上啊，皇上，千万不要冲动强来啊！鸟儿啊，你是从哪里飞过来的？你怎么会飞进这皇宫呢？又是谁的毒箭射中了你？我该怎么救你？我没办法救你。太后娘娘，我们要不要进去啊？再等等，看看他要做什么。苏娜觉得德妃真的不像是会害人的样子，苏娜真的不相信。一只鸟能说明什么？刘光彩，奴才在。其他人不要进来，你们俩随我进去。你们都候着吧。
德妃娘娘，臣妾参见皇额娘。我们该好好谈谈了。审了你6日，你都没承认所犯之罪，罪还真硬。皇额娘，臣妾并未犯下任何罪行，因此不能认下这莫须有的罪名。莫须有？钟粹宫那边的人已经审过，是英格尔亲自审的。你别看英格尔平时连成语都说不周全，但他审案可是把好手。他拼了命想在那些服侍你的下人当中抓出下毒的人，可惜仍然一无所获。皇额娘，这正好证明臣妾无辜。你别叫额娘，你叫太后吧。你叫额娘呢，不好审案。是。董小宛，哀家建议你主动认罪，毕竟三阿哥是有惊无险，没出什么大事。你是皇帝最宠爱的女人，你认了罪，哀家保你性命无虞，也还可以住在宫里。只不过你的妃位就得被废掉。太后娘娘想要废掉小婉的妃位，可以尽管废掉。可是要小婉担上毒害三阿哥的罪名，小婉绝不接受。听你的口气，好像哀家要强加给你什么罪名，真是大胆放！你凭什么敢说你自己就可以例外呢？这不是弥天大谎吗？刘公公，德妃的事情真的弄得苏娜十分痛苦。说什么我都不相信德妃能干出这么可怕的事情来。刘公公，您阅人无数，难道你也相信德妃是罪犯吗？苏娜姑娘，公公跟你说句心里话吧，公公也不相信是德妃干的。可是太后娘娘认准了是德妃所为，太后娘娘是圣明的呀，错的永远是咱们。但是姑姑这一次一定是断错了，断错的原因便是因为两黄旗旗印。姑姑必须要废了德妃的妃位。这时钟粹宫又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姑姑定是会揪住不放的。苏娜姑娘，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呀！你不要认为太后娘娘十分疼你，你就可以说出这种不敬之言呐。苏娜不是不敢当着姑姑的面说，而是苏娜的话能有什么用呢？唉，太后娘娘，小婉知道，小婉对皇上的情是外人无法理解的。可是太后娘娘，小婉本就不是这皇宫的人，小婉更没有母凭子贵的想法。好，就如太后娘娘所说，小婉真的有动机、有目的。可是如此明目张胆、无法逃脱的手段，也太愚蠢了吧？你不蠢，你很聪明。你知道，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，皇帝绝对不会相信你会做下此案。太后娘娘，我知道，您一直想赶小婉出宫去。可是这件案子很明显，就是后宫的嫔妃有人在刻意陷害小婉，只是小婉没有那么深的心机防范她。再说，这后宫深似海，小婉就算防也防不胜防啊。不错，今日的小婉，就像刚才院里那只中箭的小鸟，正在垂死挣扎。若不是小婉认下这罪会毁了皇上，小婉真想认下此罪一死了之。可是小婉不能认下这罪，
因为小婉知道这个罪名实在太大，小婉不能认下这罪毁了皇上，不能让皇上背上心灵的枷锁。太后娘娘，您是天底下最有权威、最聪明智慧的人，小婉现在请您告诉我，小婉究竟该如何做？小婉该如何做才能合了您的意呀？刘公公，这德妃在里面好像失态哭闹起来了，我们要不要进去看一看？不要进去，就是要她这种失态失控，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。太后娘娘，您知道吗？小婉一直期盼有一天，太后娘娘能够真心的接纳小婉。小婉记得，小婉那次得了重病，误了请安的时辰。小婉去慈宁宫给您请安的时候，高烧晕倒在地。在小婉晕倒前，仿佛从您的眼中看到泪水。您知道，这泪光让小婉激动温暖了很久。别哭了，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对不起，太后娘娘，臣妾连夜受审，精神紧张，是臣妾失言了。你冷静下来，我们俩心平气和地谈一谈。过2天就是议政会议要交旗印的日子，但议政会议交旗印的前提是废除你这个汉女的妃位。你不认罪呢，皇帝就绝不废妃；皇帝不废妃，议政大臣就拒绝交出旗印。皇帝不能亲掌2皇旗印，那么皇帝又怎能有皇威皇权？你口口声声说对皇帝有情，难道你没想过旗印有多重要吗？太后娘娘，小婉深知旗印的重要性。若是其他什么罪名，小婉非常愿意配合太后娘娘。可是毒杀3阿哥的罪名太大了，小婉不敢认。不敢认的原因，小婉刚才说过了。倘若小婉认下这罪，毁掉的不仅仅是小婉，毁掉的更是皇上。这个哀家就不明白了，你认罪受罚，为何你就认定皇帝也跟着你玩了呢？太后娘娘，小婉说句冒犯的话，就算小婉被逼被迫强认了这罪，皇上也绝不会相信的。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不过你太高看自己了，太不了解皇室王朝了。哀家就告诉你，若是皇帝知道确实是你做的案，皇帝会有一阵痛苦难受，但是会断然无情地惩治你的罪行。这可是皇帝亲口对哀家说的，因此你认下罪，绝对不会毁了皇帝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哀家所说的都是实情。哀家再告诉你，议政会议的权力比你知道的更大。若你认了罪，就算皇帝不相信，议政大臣都可以行使权力直接废妃。议政会议可以直接废妃？这是皇室与议政会议的约定，为了防止皇帝专宠某位嫔妃，乱了朝政后宫。若是嫔妃犯有大罪，不需要皇帝下旨，议政会议可以直接废妃，皇帝和哀家都无权阻止。若是皇帝想动用武力来保护嫔妃，8旗王公可以联合起兵对付皇帝。这里面的厉害，你听得明白吗？皇上，臣有个担心，如果德妃娘娘认这个罪，该如何是好啊？你说德妃会认下这构陷之罪？这怎么可能？
是啊，洪大人，您这个担心也太奇怪了。皇上，太后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来审理此案，而且慈宁宫又封锁消息，连皇上都不让进去，就更加表明太后一定是铁了心要定德妃娘娘的罪呀，让皇上可以顺利得到两黄旗印。皇上，德妃娘娘如今已经在慈宁宫里面6日，她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清楚。老臣实在担心，德妃娘娘斗不过太后，会被逼无奈认罪呀。你是说，皇娘会对德妃用刑？不会的，皇娘答应过朕，她不会对德妃用刑的。皇上啊，不用刑具审案，也会有其他的办法，可以令德妃娘娘崩溃呀。比如轮番审问，不让她休息，而导致德妃娘娘丧失斗志。不用任何刑具审案，皇上也不能说什么，但是太后要的效果却达到了。洪大人，太后娘娘想要的效果，英格尔不太明白。太后娘娘想要的效果，就是要在德妃娘娘筋疲力尽、丧失斗志的时候，太后娘娘就会利用德妃对皇上的深爱之心，为皇上愿意牺牲一切之心，诱使或者逼迫其认下此罪名。要知道，太后娘娘意志如铁，无所不能，她想要做什么，一定要做成的。是啊，皇上，若太后娘娘定要定德妃娘娘的罪，德妃娘娘怕是顶不住啊。要讲明的话都已经讲了，若是你真像刚才说的那么爱皇帝，你就认下你所犯的罪行，好让皇帝可以顺利掌管两黄旗旗印。哀家保证不会赶你出皇宫，你还可以见到皇帝。若是日后查明你真是被冤枉的，皇帝要重立你的妃位，哀家绝不阻拦。最好的出路，哀家已经给你指明了，你只需要点个头，事情就解决了。皇帝只有亲掌两黄旗旗印，皇帝才可以对付议政会议，就可以做他想做的几件大事。皇帝亲掌两黄旗旗印，对皇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哀家知道认罪很难，但这样拖下去更加苦，更加难。你不需要多说话，你只需要点个头就行。是你一时糊涂下的毒，对吗？臣妾一时什么？你说下去。太后娘娘，臣妾被连审6日，头昏脑胀且精力不济，臣妾想仔细想想，再做回答。好，你坐下来，好好想想吧。谢太后娘娘。我认了这莫须有的罪名，满朝王公大臣会耻笑皇上，皇上会很难堪，我不能忍。现在的大难题是皇上不废我，就不能亲掌两黄旗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就算是德妃，她认了这罪，朕也不承认，朕也不相信。皇上不会忘记，当初为了防止皇上会专宠某位嫔妃，招致江山祸患，议政会议与皇室有约，如果出现皇妃犯下重罪，而皇上不愿意废妃，
或者加以惩治，那么议政会议就有权干预后宫的。昨日朕2次请求皇额娘结束审讯，皇额娘都没有答应。她说今日就是最后一日。不对，不能再让德妃接受审讯了。英格尔，奴才在。你带朕的口谕，去慈宁宫告诉皇额娘，钟粹宫的审讯已经结束，德妃的审讯也应该结束。让皇额娘马上放德妃回宫，朕要立刻见到德妃。奴才遵旨。可是慈宁宫有侍卫和鳌拜的人守着，不让进啊。你带侍卫前去，让守卫进去通报皇额娘。你领有朕的口谕，又带着人，他们是不敢不进去禀报的。皇上，要是太后娘娘得报后不放人，奴才该怎么办呀？那朕只好亲自到慈宁宫，亲自去接走德妃。这。侯师傅，幸亏你想到这层提醒了朕。若德妃一旦点头认罪，那这件事情就不好收拾了。皇上，希望德妃娘娘能够顶得住，不要认下这桩冤罪呀。董小宛，何利何弊？哀家比你明白10倍。哀家给你的道你不走，等查明了你的罪行，你是死罪无赦，到时候皇帝不就更加难过吗？这一点你想过没有？小婉想过，但小婉相信清者自清，小婉也坚信皇上绝不会坐视这种冤案的发生。董小宛，你真以为哀家不敢杀你的头？刘公公，刘公公，什么事啊？出事了！侍卫统领殷大人带兵前来。行，知道了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这。太后娘娘，奴才有急事禀报太后娘娘。进来。这。太后娘娘吉祥。太后娘娘，英统领领了万岁爷口谕，带着侍卫请太后娘娘放了德妃。皇帝这么做是什么意思？英统领传万岁爷的话说，对德妃已连审了6日，德妃确定不是凶手，审讯结束了。万岁爷想立刻见到德妃。如果哀家不放人呢？皇帝又会怎么做？回太后娘娘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万岁爷就亲自来慈宁宫，请太后娘娘放人。董小宛，你真是个灾星祸水！你闹得皇宫不得安宁，皇帝竟然要跟哀家翻脸。太后娘娘，小婉有罪，小婉最担心的就是皇上与太后娘娘起冲突，这是小婉万万不想看到的局面呢。太后娘娘息怒，万岁爷也是请太后娘娘让德妃回去休息一阵，德妃一案完全由太后娘娘定夺。太后娘娘，德妃的罪名尚未坐实，万岁爷也是想问问德妃的情况。那奴才该怎样答复英统领呢？请太后娘娘明示。你去告诉英统领，最多1个时辰，德妃娘娘就回去了。这。你说你有了法子，可以让皇帝得到两黄旗旗印，有什么法子？太后娘娘和议政会议要的，便是废除小婉的妃位。小婉的妃位废除，皇上便可以顺利接掌两黄旗旗印。小婉不能认下这下毒的重罪，但小婉可以劝皇上废除小婉的妃位。你不认罪，
皇帝又怎会下旨废妃？形势严峻急迫，小婉会劝皇上，让小婉重回南苑。小婉也会让皇上明白，只有废除小婉妃位，才是真心对小婉好。哀家最了解皇帝，要想皇帝下旨废妃，你必须做到自毁形象，让皇帝讨厌。你明白吗？小婉明白，小婉会照太后娘娘所说去做的。很好，你跟皇帝谈过后，哀家再跟他谈。皇帝要在交旗印之前下旨废妃，如果皇帝不能亲掌两黄旗旗印，将是天下的笑话，皇室的耻辱。哀家绝对不想看到这个局面。董小婉，相信你也不想看到这个局面。太后娘娘放心，小婉绝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。小婉恭送太后娘娘。小婉，你受苦了。你受大苦了，皇上，小婉没有受苦。刘公公还有敖大人对我很客气，苏娜姐就自然不用说了。你还骗朕？刘光才都把事情跟朕说了，没想到皇额娘会这么狠心。她还让苏娜他们轮流审问，不让你休息，朕好心疼。皇上，皇额娘这样做也自有她的道理。有什么道理？朕就不明白，皇娘为什么非要认定你就是那个下毒之人？而且今日，皇娘还要亲自审你，这更让朕百思不得其解。皇上，小婉今天其实真的快顶不住了。皇额娘威势逼人，又对小婉说道，如果皇上不能顺利接掌两黄旗旗印，会带来如何严重的后果。小婉觉得自己好累好苦，小婉真想认下这罪，便算。小婉，朕就是怕你顶不住皇额娘的威逼，受了诱使，坚持不住认了罪，所以朕才派英格尔前去要人。没事了。没有证据，谁也休想定你的罪。皇上，皇上，这件事情还没有过去，后天便是议政会议交旗印的日子了。可议政大臣交出两黄旗旗印，是有前提的。娘娘总算回来了，可娘娘她瘦得好吓人啊！哎，只可惜呀，没有查出作案的人，德妃娘娘也无法洗清冤情啊。怎么，公公也认为这是个冤案啊？刘公公能这么想，真是太让人欣慰了。啊，师爷，我师爷，这事儿啊，还得太后娘娘圣断呐。英格尔，要不是皇上派你去要人，娘娘这会儿还关在慈宁宫呢。小婉恳请皇上下旨废妃。小婉，这是皇额娘逼你这么说的吧？皇额娘自然也希望如此，可这是小婉自己想的理由。皇上，
这当务之急最重要的，就是皇上可以顺利接掌两黄旗旗印。所以小婉恳请皇上，现在下旨废妃。小婉，朕好不容易才封你为妃，朕与你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，你现在反倒求朕让朕废了你，你这不是让朕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？朕是大清皇帝，你怕什么？皇上，皇额娘说的对呀。若皇上不能顺利接掌两黄旗旗印，皇上这大清的地位就没有坐稳。皇上想干的那几件大事，就一件也干不成。皇上再想想吧。皇额娘说了，倘若皇上下旨废妃，皇额娘可以让小婉依旧回居南苑。而且皇上顺利接掌两黄旗旗印之后，皇额娘也同意皇上可以恢复小婉的妃位，皇额娘绝不阻挠。你何罪之有啊？朕为什么要废了你？为什么要向他们低头？皇上，小婉现在最着想的、最焦虑的就是皇上啊！退一步海阔天空，皇上是最睿智、最有谋略的，皇上为什么就不能退一步，先绕过这个阿胶险滩呢？小婉，你糊涂！如果朕现在废了你，就等于承认了你就是毒害三阿哥的凶手，那你往后在这宫里还待得下去吗？你还抬得起头吗？朕还抬得起头吗？如果那帮议政大臣知道了，他们心里一定会乐开了花。这样的话，他们以后还会把朕放在眼里吗？皇上如何训斥责骂臣妾都行，但臣妾不是糊涂，臣妾认为这的确是个解决的办法。小婉，你怎么又自称臣妾了？朕跟你说过，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你不必用这个称呼。是啊，皇上疼爱小婉，看重小婉，不让小婉自称臣妾。而皇额娘讨厌小婉，憎恶小婉，也不准小婉自称臣妾，小婉都没资格自称臣妾。我董小婉归了满期，一个汉女归了齐，封了妃，又能怎样？我董小婉还是江南的董小婉呢。皇娘她不准你自称臣妾，不准你叫她皇额娘，凭什么？你是皇妃，你为什么不能叫她皇额娘？我怎么会有跟皇上说这种话？我真是头晕糊涂了。好，朕知道了。皇娘这是要故意刺激你，她就是要利用你的孝顺之心，让你主动来向朕提出，让朕废除你的妃位。皇上，皇娘真是，这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皇上，其实皇额娘所做的一切，也是为了皇上。皇额娘对臣妾说，皇上废除臣妾的妃位，可以不用提三阿哥的毒尸本一案，就以臣妾自觉尚不配为妃，自己提出为由。这个理由你不觉得太牵强了吗？啊，你觉得朕会接受这个理由吗？